穿着日本和服行佇咧路上表演，後壁也閣對着穿旗袍的水果牛仔、大猩猩玩偶。相當里迎來第3檔聖誕節菜雞活動，里面換上應景的服裝慶祝，行回公民廣場，還閣有多樣文化表演甲市集，希望帶來幸福的氣氛。我們剪彩儀式開始，請剪彩，請剪彩。這天也閣來一場百人大剪彩，見證兩地上垃圾上亂的國有地美化成遇見小東，當中也閣設計鳥仔藝術裝置做吉祥物，讓大家來投票號名。向國有財產局申請公務撥用，撥用過來以後，我們才能申請經費。那麼由曾之傑醫院負責後面的督辦跟經費的爭取了100萬，整理了2塊這個最髒亂之地，成為我們今天開幕啟用的主角。台灣現在是超高齡國家，所以不止呢少子化，很多親子的場域呢，希望可以廣設在各鄰里。那同樣的呢，這個銀髮族也需要在里內要有一些綠地跟公園，可以去做休閒跟長輩之間的交流，這是一件好事。里內的地漂公民廣場規劃做鳥仔主題特色廣場，成為親子休閒的好去處，兼具友善動物的教育意義。里長余天祥將持續提供里民更舒適便利的公共服務，讓相當里成為宜居的好所在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